大的，呃，大的听你们的俩，俺是国内卡给，那么今天大听我的，大那新给，各个寺院的僧众们，还有透过网络学着那么出来给的，啊、那么我俩给，观看这次课程的各位法友们，首先问候大家。那么在昨天的课程谈到了吠陀文学当中的各种的神，之前谈到了天上的神，还有第二个是空中的神，这也讲过了。那么第三类的神呢，是这个下界的神，或者说叫做大地上的神，下界的神。之前谈到空中应该说接着谈到下界的神的时候，也就是地界的神，主要有三个神。第一个是阿格尼，也就是火神；第二个是苏摩，应该是这个神九的一个化身，或者说这个一个月亮的神，月神。第三个是普利提维，它应该是大地的一个化身。那么这里有三个，我们说叫做下界的神，或者说地上的神。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阿格尼，也叫阿奇尼或者阿格尼。这个火神呢，自古呢就受到世人的一个崇拜，因为对于人类来说，这个火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世人呢都对于这个火都有对于火的一种崇拜的。那么特别呢是在印度，这个火神的地位是更重要的。吠陀当中将火神视为这个最古老最崇高的一个神。那最开始火神是一尊神，那么但是接着它有不同的分身或者说化身。那么在吠陀当中就有记载说，火神后来就有三个不同的化身，一个是天上的太阳神，再一个是空中的叫因陀罗神，还有就是大地的或者说下界的这个火神。这三个可以说都是火神的一个化身，本质都是这个火神。所以这里太阳的神因陀罗神，或者说火神，也就在天上、空中跟地上，或者说下界。可以说这三位神呢，就分别掌管着这样的三个地方。而这三尊神呢，他们是有同等的一个地位的。
如果真的要去分高低或者分这个它的重要性的话，应该说最伟大的、最重要的就是火神。所以在吠陀的这些典籍当中关于火神的赞歌数量是最多的，然后再来才是因陀罗神。所以火神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去追溯说火神的起源呢，那最主要就是祭祀时候用的火，还有因为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用到火，所以慢慢就有这种火神的崇拜就开始了。尤其在那个时候的人们认为说火呢能够将这些贡品可以说传送给这个神，所以说这个火呢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就是当我们将贡品比如说供到火中的时候去焚烧的话，那么就能够传送给神。所以火呢又称为是神的使者，就像我们现在有这个电话，我们透过了电话可以跟远在他方的亲人有联络，那么这个电话它就是一个媒介。同样过去来讲，人和神之间呢，因为人没办法直接见到这个神，但中间会需要有这么一个火，这样一个媒介，所以将这些贡品透过火的一个焚烧，那么就能够真的供养传送给神。而因此人的各种的祈求想望，这些神也都能够知道。所以火呢很受重视，它就像是神的使者一样。那么尤其在所有的很多祭祀当中这个火呢更是不可或缺的。那么火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当然就是这个两个木头或者说这样摩擦之后能生火，在那个时候。所以过去印度的一个认为呢，印度人认为说火神呢是所有的神中最年轻的，因为它是以前没有的，就是摩擦之后就是出生的，或者说就被点燃的，所以它是所有的神当中火神是最年轻的。那么火神呢，他能够之所以如此受人尊敬受人崇敬，是如此有威严，那么最主要神这个词在梵文就是 deva， 那 deva 的意思它就是光明。那么因为所有的这种神的力量都是透过了光，然后才让就是人世人能够感受到，能够发现的。所以呢，人们就认为说，这个火和天上的光一样，是具有这种神力的。所以就像地上的火还有天上的光只是指说天上的像太阳光芒一样，是具有神力的，能够驱逐黑暗，
光明照亮一切。那么，所以这是从神，他是 Deva， 是光明本身来说，所以火神很受这个崇敬啊。再加上火，它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所以很自然的，人们对火，它就会有表达出这种相应的一种崇敬之心啊，这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那么透过了这个供养火神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作用是很多的。就从火本身的力量来说，它能够破除黑暗，同时呢，它还能够烧除各种不清净。所以呢，它有破除黑暗，还有烧除不净这样的特殊的作用。所以这个火神呢，它也很特别，它也被视为这种叫降魔的这样一个神。所以因此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做 Raksohan， 就是叫罗刹的杀害者。所以罗刹以前就当成一种魔鬼魔怪，所以能够斩除杀害这个魔罗这种罗刹的，那就是指火神，也叫做降魔神。那么还有在吠陀那个时代呢，每个家家户户呢，这个都有这个炉灶，那么他们也很重视透过炉灶来做这种火供。那藉由这样的生火，然后就像我们现在会有火供，就必须要迎请，就佛教当中有时候我们现在会迎请这个火神，然后做这个就是火供。在吠陀那个时代，在做这样一个火供的时候，那么主要迎请的也就是火神，所以也因此它也被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Grihapati， 就是叫做家主，一家之主的这个家主。所以火神它又有点像是一家之主是一样的。那么就像前面提到说，那透过了这个火供祭祀我们透过火这个媒介，贡品能够传递给神，所以呢，从这个作用上来说，它还有一个梵文名称叫 Havyavahana。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运送贡品的神，也就是这个就是运送这些各种贡品的一个神。所以这个火神就是这个运送的人是一样的。同时呢，它也被称为叫做 Dutta， 就是梵文叫 Dutta， 就是使者的意思。不仅如此这个火神它还有这个一些作用和能力是什么呢？就是统治人类。还有呢，这个由他这个规范制定了这个天地的法则，那这个指的就是各种的，比如说因果业力都由他掌管规范，而且他能够遍知一切万法。所以这个火神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特殊的作用和能力。这大概是简略介绍一下阿格尼，就是这个火神。那大家僧众们可能都知道，我们在常常做火供的时候，就会常常会念出这个梵文叫阿格尼阿格尼。那么就是这个整个火供的时候的这个火炉中呢，
就会要迎请阿格尼，就是火神，然后来进行火供的仪式。那么当然，佛教火供当中之后还会谈到会迎请本尊什么的，所以这个火神也跟我们密乘的许多密教很多的仪轨是有关联性的。接着是这个第二尊神，他叫做苏摩，他就是酒神。这里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婆罗门呢是很喜欢酒的，因为他们自己很喜欢酒，所以他们就会想说，神应该也会很喜欢，所以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就会供养给神，所以他们认为可能神也会很喜欢这些酒，所以这个酒神还有火神还有因陀罗神这三种神呢，有特殊的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酒神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它有一种会让人醉，最开始要可以说要提炼出这个酒，所以呢就必须要去需要火，所以因为有火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让这个酒它有了这种使人醉的力量。再来，刚刚谈到说因陀罗神也一样，他也借助了这个火神的力量，然后增强了力量跟勇气然后成就了很多的事业，丰功伟业等等。之前也提到因陀罗神的时候，就是第10天他很喜欢喝酒，那就是因为他太爱喝酒，然后都醉了，然后就变得特别有勇气，然后变得非常有力量，然后就四处的去这个战争。所以他们说这个酒神本身就有这个火神的力量在里面，而因陀罗神也是借由火神的力量而变得有勇气。所以总之在这里说酒呢，他们当时的人认为很有力量，所以就觉得这一定也有神在里面，所以就是有这样的酒神，就称为叫苏摩。那这个雅利安人呢，他们可以说诸神和祖先的一个饮料，然后没有人不喜欢的，所以这个酒带给了神，带给了自己这种欢喜、兴奋、欢喜和勇气。反正总之在这里就是说这个酒呢很好，就这种他们吠陀那时候的人认为这是很好的，很有力量的。而且他们觉得这种酒呢，而且还变成了酒神，所以这种可以说这种酒它称为叫神酒，就是这种像神一样的酒，不仅是用来供奉神的，他们也觉得这就是上天赐予人类的一个东西，像是一个礼物是一样的。所以人类如果喝了这种神喝的酒，就是神酒，神喝的酒的话呢，就能够长生不老，
所以呢，当事人认为说，这个苏摩神啊，就是这个酒神本身，它是和未来是有一个联系的，和未来的想望、未来的祈愿是有联系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希望长生不老。所以之后在那么在之后呢，这个离聚吠陀当中，甚至将这个苏摩神呢当成了月亮，所以变成像月亮的月神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认为说，月亮是天上的苏摩神。总之呢，当时的人呢，特别对于这个苏摩，就是这种它叫神酒的一种化身，就是酒神，就是苏摩，是特别的崇敬的。接着第三尊这个神呢，叫做叫做普利提维，他就是大地的神，大地的化身。那前面都讲了很多了，有的是天空的化身，有的是太阳的化身。那么再来，我们都居住在这样一个大地之上。那当时的人们也认为说，这个大地也是一个神，所以这个普利提维呢，就是大地的化身，是一个大地之神。那么天上的神，他们因为具有各种的神力，就受到当时的人们的崇拜。而大地呢，它也被神格化了，后来，而且时间也很早，就受到世人的一个崇敬。但是刚开始受到了崇敬，但后来慢慢他的地位呢也越来越差，一落千丈，就不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受到重视了。那么人们一开始的时候认为说，这个普利提维神他是万物的这个像是母亲是一样的。而且呢，之前也有谈到说，天地的一个结合，那么而诞生出各种的神。但是无论如何大地它是它不再受人敬重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地它是被人们呢踩在脚下的，所以就在我们的脚下，所以就不受那么这个神就之后也不那么受到重视。所以和其他的那些神去相比的话，就比较少人对于普利提维这个崇敬，所以在赞歌当中也就非常的少。那这就讲过了，这个下界的神，地上的神。那之前有谈到说，吠陀有提到分三类的神，天上、空中，还有这里是下界或者说地上的神。那当然也有很多神没有被包括在这三类当中。那当然最重要的
就被包含在这3个里面。那么接着我想介绍一下没有被包括在上面的3类当中的一些神。那么这些神这里最主要有4尊，第一个就是阎魔亚妈，第二个就是萨拉斯瓦蒂，藏文里面就是这个妙音天女。第3个是布瑞哈斯帕提，第4个是普鲁沙。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叫阎魔亚妈，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平时我们寺院的我们也都会念很多的这个阎魔相关的一些仪轨。所以早期在吠陀的时候，其实就有谈到很多关于这个阎魔的一些内容。首先，阎魔呢，一般也称就是一个死神。所以死神呢，一般我们会以为听到阎魔死神，这就是一个不好的是一个这个邪神一样，是不好的一个神不想听到阎魔的名字。但是在古代，在比如说吠陀的这些典籍当中，阎魔呢，它并不是一个邪神或者不好的神。它是慢慢到了后世，然后才可以说被这个恶魔化，被这个黑化掉，成为一个让人恐惧害怕的这样一个神。但刚开始并不会让人感到恐惧和害怕的。那么在吠陀的这些赞歌当中，在赞颂这个死神的时候，是怎么样去描写它的呢？那么主要都是透过描写这个日落，就是太阳西下落下的时候的一些文字来形容这个阎魔。所以日落它就神格化之后，它就变成这个叫阎魔。那日落这里也代表着一种死亡，而且呢，因为看到日落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一种伤感。这个太阳要落下了，那么总有一天，我们的这个生命也会结束。所以看到日落，我们会跟自己的生命的终结，一个死亡连接在一起。所以慢慢的再进一步来讲，这个日落就很容易和来世产生了一个连结。所以阎魔神它不只是死神，它也和来世产生了一个关联。那么既然如果有来世的话，所以就有来世，那就代表未来有某个地方是我们要去的。那未来的那个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它一定有一个统治着那边的一个神。那这个统治王者的、治理王者那个世界的神是谁呢？就是阎魔。所以阎魔它最开始就是指日落，但是在吠陀中逐渐的这个阎魔呢，
但吠陀中的这个阎魔呢，他慢慢就更加的像是一个人，就是一个统治者王者的这样一个，他被人格化的这样一种神了。最开始日落它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就称那个是阎魔，这种日落的神。但逐渐吠陀中，它就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形象的统治王者的神。那平常我们会说死了之后被这个阎魔带走，阎罗王带走。但是在吠陀那个时代，他们认为人死的时候呢，并不是这样被什么阎魔王带走。他们认为德高望重的一个人死掉之后，他的身体会散发出这个灿烂的一个光芒，然后他会重生。然后会重生在什么地方呢？是重生在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国度。这个国度里面，它是充满了光明，而且是充满了这种清净的水的这样的漂亮的一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地方就是死神的阎魔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人呢就会待在这样一个地方，他也陪伴在这个死神的左右，然后享受着什么呢？享受着无穷的幸福。所以过去一听到说到阎魔那边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死神在那个时候是大家都很希望去亲近他的，他是这样一个在幸福国度里面统治着这些王者的这样的一个统治者。他就像是一个君王，而且是一个仁慈的对，充满了慈爱的这样一个君王是一样的。但是慢慢这个形象有些改变了。所以刚刚谈到这是最开始的时候，阎王是这样一个像仁慈的君王一样。但是之后到了这个婆罗门的一个典籍，他们有一些文学的典籍，像是往事书当中的记载来看的话，死神呢慢慢就改变了，它变成是这种惩罚，然后判定谁是罪人谁是善人的这样一个让人感到恐怖跟害怕的这样一种像邪神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想法疑问，那阎魔他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会，他是不是曾经也死过？那么可能过去好像吠陀文学中又有记载，他本身呢，他是全世界里面第一个死亡的人，他是人世间里面第一个死的那个人。因为当时的那时候的人都不会死亡，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呢，没有造恶，也没有这个病痛。但是慢慢因为造恶，然后因为有病痛，所以后来才有了死亡。所以这个阎魔呢，它本身就是这一说上古时代的这样一个生活在一个没有这些痛苦、病痛跟死亡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君王。但随着这种病痛、死亡的蔓延之后，这个阎魔呢也就死了，他就带领他的随从呢离开了现世，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他继续以那个王的身份统治着那个世界。所以
他就是第一个死亡的那个人，然后又成为了统治，很自然就成为统治那个死后世界的那个王。那当时还是会有人害怕他，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不让人害怕，但他有2只狗，因为他会派那2只狗去看人间，看人在做什么。那这2只狗让人很害怕，据说这个狗它有4个眼睛，而且鼻子很宽，而且呢全身是散发着这种恶臭，所以人是很讨厌这2只狗。所以阎魔王本身，或者阎罗王阎魔，他本身当人们听到这样一个名称的时候，并不会让人讨厌的。但是呢，人们对他的那个使者，就是那2只狗啊，却非常的讨厌。这2只狗还有名字，就这里就不多说了。而且这个另外阎魔他还有一个妹妹，他们是孪生的兄妹。他的妹妹叫亚密，他叫阎魔叫亚妈，他的妹妹叫亚密，也叫阎密。之后到了密乘当中，阎魔呢，只是到了佛教的时候，尤其密乘的时候，阎魔又被分为2个，一个叫焰魔天，再一个就是地狱之主的这个阎魔，就是阎罗王，地狱之主这个阎罗王去判定人的这个善恶的这样的一个阎魔王。所以到了佛教尤其是佛教当中的密乘密教的时候，这个阎魔就分为2种了，阎魔天还有地狱之主的阎魔。总之阎魔大概就讲到这里。这里有投影，首先第一幅呢，那个是印度的一个绘画，骑在一个黑色的牛，然后再来中间那一幅，这是日本的一个形象，这个应该是这个焰魔天的一个形象。这个4个愤怒尊当中有一个叫做愤怒焰魔天，火焰的焰啊，焰魔天。然后再来再一幅是中国传统里面的一个阎魔王的一个形象。那这个也是最早是出自印度，我们说这里吠陀文化的这样一个阎魔。所以看到中国那一幅绘画，也可以看到它的画风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样貌，比较中国式的样子。那这就是介绍过了阎魔的部分。那附带提到说，吠陀文化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女神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男性的神。其中呢，女神呢，最主要呢有几位，一位是乌沙斯，我们在昨天有讲过了，也就是拂晓的女神。再一位呢，就是萨瓦斯瓦蒂，也叫做妙音天女，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那么其他还有一些著名的女神，像多尔加、加利Lakshmi 等等，但他们都是之后才出现的一些女神。那么在吠陀初期的时候呢，这些女神都还没有出现。
好，这个我们之后再讲。在之后要谈一下是 Brihaspati， 它也可以称为叫祈祷之神。那它和其他吠陀的神有点不同，因为其他呢，刚刚之前谈到的神，它都跟大自然是有联系的，但是祈祷之神，它不是外在的大自然的某个事物，你指不出它对应到的是怎么样一个自然的情况，所以它比较是一个念想出来的这个想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神。总之呢，为什么会有这一尊神出现呢？因为人们很相信这种祈祷、祈请，尤其这种祈祷的这种词句，这种语言是很有力量的，它能够这种控制各种的事物，甚至能够这个左右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呢，人们很重视，觉得祈祷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就把这种祈祷的各种的祷词或者这种祈请的语言也神格化了。所以其实这跟人们当时认为火跟酒是蕴含着这种具备着神的力量而因此把火跟酒看成酒是一样，这个是同样的想法，是一致的。也因为祈祷它本身具备有这种可以说控制很多其他的人事物或者说能够这个左右神的旨意的这样的力量，所以祈祷也变成一种神了。它在最开始也不是那么受到重视，但是后来就特别受到重视，尤其在奥义书当中，总之有这么一部奥义书。那么刚刚就这里谈到的这个祈祷之神呢，就在奥义书当中特别的受到重视，是认为是在之后还有一个叫往事书，这个祈祷之神呢也成为了很重要的一个神，它变成像是梵天的概念。它就最开始它是祈祷之神，成为了一个宇宙创造者的一个概念，然后之后就逐渐变成梵天的这样一个概念。梵天就是一个创造者，所以最开始是祈祷之神，然后随着奥义书往事书这些哲学见解的这种影响之下，人们认为说它就变成是一个造物主，然后慢慢就变成是宇宙的创造者、造物主，后来就变成是这个梵天，所以他祈祷之神就变成这个叫三位一体的主神中，三位一体就是第十天梵天跟遍入天，所以它就变成梵天的这样一个概念。再一个呢，就是 Purusha， 那这尊神呢，他也不是
这个某个大自然界的形象的神格化，不是，它也是人所想象出来的一个神。所以 Purusha 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它有1000个头，1000个眼，然后1000只脚。那有点像观音这个千手观音的形象。后来这个 Purusha 呢，它有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翻译叫做士夫，或者叫做我，或者士夫的这样一个名称。所以呢，这个 Purusha 它也成为像是宇宙的整个精神的一个代表。尤其在婆罗门的思想发展之后，就很重视有一个我。就像佛教会认为说一切所心由心所化现，但婆罗门他们认为说一切是由一个我、一个士夫、一个 Purusha 所化现。所以 Purusha 它就是这样一个宇宙的整个精神的这样一个代表了。所以同时呢，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个 Purusha 这个神呢，他的吠陀当中对他的赞歌，慢慢就成为了个印度后期种姓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最开始的标志。那这里以上简单的介绍了四个神。那么休息30分钟。这里先讲一下这个刚刚没有讲的，就是藏文叫做拉摩央坚嘛，也就是妙音天女。在吠陀的典籍当中，它也可以说是这个大地上河川之神。同时在离聚吠陀的时期，那这尊神它还有一个能力，就是消除人类的这种秽物，而且能够给予财富，还有赐予人们勇气，还有这个子嗣孩子。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的作用。那么在藏族当中有一个说法，就是妙音天女跟一个叫 Noguma， 就是应该叫财宝天女，好像是水火不容的，就是你要不就是供妙音天女，要不就是供养这个财宝天女财神。那么所以藏族会说，那些这个诗词特别好的，就是他就是修妙音天女，但他们这样的人就没有这个比较穷。那些比较有钱的人呢，他们就这些诗词是不够好，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总之呢，到了梵书的这个时代呢，
妙音天女，就是这个萨拉斯瓦蒂就变成是语言之神，而且变成是这种很有智慧，是雄辩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保护神。同时呢，他也被视为之后梵天的妻子叫做吉祥天女，也就是 Lakshmi， 或者也叫做辩才天。那么接着刚刚讲到的部分，接着这里要介绍一下魔。那么介绍了天神，那么也不能够就不介绍魔。然后这个魔呢，它在梵文就是 Mara。那么魔也有很多种，那么这里介绍其中最主要的几个魔。那可以说有3类的这种魔。第一个就是阿修罗，就是有几组的魔。第一组魔叫做阿修罗，这样一群一组的魔。第二个叫做罗刹的魔。那第3种魔众是叫做毗舍遮。那么第一大类的魔，那么叫做阿修罗。我这学写不了，打这来几档给他们一下给给的，理下给了，搞得是肯定是必须等过二十来月呢。那么阿修罗，它在梵文当中叫做阿苏拉。那这个梵文的阿苏拉这个词根在这个波斯的一个古经现在来讲就是伊朗这个地方当时就是波斯的这样一个文明。那么总之呢，这个波斯的文明，他们有一个信仰，就是这个叫做仙教。那在波斯文明当中就有这样一种宗教叫仙教，他们这仙教也就是拜火教。那么他们最主要就是崇拜的是这个火神。这算是这个世界的宗教当中最早的一个宗教，仙教。那在这个仙教的它的这个教义当中，一个经典当中就有提到一个词叫做阿呼拉，就跟阿苏拉有点不同，叫阿呼拉，也中文叫阿夫拉。那么这是他们当中最高的一个神。那么之前有谈到雅利安人从中亚，当然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其中一个说法就是雅利安人从中亚开始四处分散，一部分的人到了印度，那么慢慢的又分成2派，一派就继续住在五河流域，一个呢就经过印度又离开印度，
就到了现在的伊朗这个地方，也就是波斯文明的那个地方去。那当时他们也就这个雅利安人就创立了建立了波斯文明。所以其实呢，这两群人最开始他们的语言都是类似的，因为都是雅利安人。所以你会看到在梵文还有在波斯文里面有许多很相同的词。所以梵文当中阿修罗叫阿苏拉，那么在波斯的这个语言当中，他们在仙教的这样一个经典当中的这个神叫做这个仙教的这个其中一个圣典就叫做阿维斯陀 Avesta， 它有点像基督教的圣经。那在仙教的这个圣典就是叫阿维斯陀，里面就有提到阿呼拉这个词。然而不仅拼法不同，另外阿修罗在吠陀的这个信仰当中，它是属于一个恶神，不好的神。但是呢，在波斯文明仙教里面认为阿呼拉，那这个是一个好的神，是一个善神。所以如果去针对这个变化去做研究的话，所以可能可以推测出来说，这当中有隐含着似乎这个到了印度的雅利安人跟继续前往到伊朗的雅利安人他们之所以会分开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但是呢，其实针对这个历史这个史实经过到现在也并不是很清楚，大概是所以可以说看到这个神的名称的不同，可以看出这两群雅利安人的分离的一些原因。那刚刚有谈到这个仙教的这部圣典叫做阿维斯陀，那这个波斯的古经这个仙教的圣典阿维斯陀呢，内容是非常的庞杂的，大概有35万字。那它是写在了羊皮上，是记录在有12000张的这样的一个羊皮上。当时呢是还没有这个纸的，所以这个波斯古经这一部叫阿维斯陀，它是记录在这样一个12000张的羊皮上。那这一部典籍是编成是在西元前4世纪的时候出现的。但是呢，亚历山大大帝呢，他这个去征伐这个波斯的时候呢，这部经典就被焚毁了。后来就只是剩下了一卷。之后到了这个有一个王朝叫做安息王朝的时候，那么他们又把这部经典呢从各处再搜集做整理。那最后再到另外一个王朝叫做萨珊王朝的时候，到这个时期，那么这部波斯古经阿维斯陀又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又编辑完成。
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版本，如果去和最开始的原本的那个古经去看的话，现在的这个版本只有古经的1/3，所以并不是最完整的。所以这里讲回到这个阿修罗，那对于阿修罗，其实还是没有很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样一尊神。但是如果从离句吠陀里面对阿修罗这个词的使用来看哦，那么就像最开始我们说吠陀的各种的典籍哦，它也并不是在一世或者是某一个人的时候开始，而是在很长时间的才慢慢的结集起来的吠陀的典籍。所以总之在吠陀的这些典籍，像离句吠陀当中对阿修罗这个词的使用来看，最开始阿修罗它也不是指某一尊独立的神，而是一个形容词，它是在形容那些具有这种玛雅，就是具备幻术的这种神。所以他们对于那些具有幻术的这个神呢，他们就称为叫做阿修罗，就是阿苏拉。所以呢，对于像是因陀罗神或者还有叫瓦鲁纳神呢，有的时候他们这些神也会被称为叫阿修罗，就是因为像因陀罗神他们也是具有这种幻术能力的这种神。但是特别看到在离句吠陀里面使用这个称号的时候，是用一种很赞叹的语气来说的，然后可以说是一种赞叹有一点惊恐的这种来形容说，哇，这个神好厉害，好恐怖，他有这种让人惧怕的这种玛雅这种幻术，所以是这种很惊叹、很赞叹、惊叹的这种口气在说的。然后慢慢的，在吠陀的这些典籍当中，所以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形容词，但慢慢的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神。而且在离句吠陀的这个当中有记载说，将这个因陀罗神还有这个火神，就是阿奇尼或者阿格尼阿奇尼神呢，就称为叫做阿修罗的杀害者。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形容来看，这个阿修罗已经被看成是一个恶神了，是一种应该说恶魔了。所以可以慢慢看到，在吠陀的典籍当中，阿修罗是个形容词，那么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这样一个魔，但是慢慢就变成是这样一种恶魔。但之后还有这个阿塔婆吠陀，还有叶柔吠陀等等之后出现的这些吠陀典籍，在这个里面也对于阿修罗有形容。那时候更清楚的说，这些阿修罗就是跟 Deva， 就是跟天神完全是这种敌对的这种魔的这种群众就叫做阿修罗，而且互相天魔总是在那边大战。
所以那些魔就特别就是指的是阿修罗。所以慢慢你看吠陀当中，对阿修罗就认为是一个魔，但是呢，在波斯文化里面，就像刚刚提到的，它是被认为是一个善，并不是不好的。所以在波斯文化里面呢，他们会认为有一尊神叫阿夫利曼。那这个阿夫利曼是被认为是这个善神阿呼拉，刚刚有谈到阿呼拉的一个宿敌敌人就是阿夫利曼，所以就变成是总之也变成是一个好像罪恶黑暗之源哦。所以在波斯的这个仙教里面会认为，所以仙教当中，波斯的这个仙教认为说，阿呼拉呢，终究就把这个阿夫利曼呢是击败了、驱逐了。所以阿呼拉刚刚有谈到，就是阿修罗在仙教里面认为的是更有利，是认为他是善的、是好的，所以他把这个阿夫利曼，就是把这个善神的这个敌人把它消除的。所以在仙教里面认为他是好的，所以我们就叫阿呼拉。然后仙教里面会认为说，总之将这个在仙教里面认为是敌人不好的一个神叫做阿夫利曼消除之后，然后所有人就能够得到一种救赎，深入到天国，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会看到在吠陀的阿苏拉，还有在仙教就是波斯文明当中的阿呼拉，那么是差异是很大的，一个是恶，一个是善。然而从语言学的现在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语言这些学者去看这个阿修罗这个词的语言的时候去看呢，最主要的根本的一个词就是阿苏，阿苏的意思就是呼吸，因为我们说没呼吸就没了生命，所以就是指这个呼吸。阿苏就是阿修，就是这个呼吸的意思。但是呢，之后的婆罗门呢，似乎有误解了，或者是错误的使用，他把这个阿苏的阿变成是否定，因为在梵文里面阿它有否定的意思，他把这个阿跟苏分开，所以就变成是非天，就是不是天人，所以就变成所以他们认为说阿苏拉他们的阿是分开，然后苏拉他们解释成为是天人，所以阿苏拉就是非天，就不是天人，就是以前他们是天人，后来变得不好了，所以就变成是非天，去否定了，所以就变成阿修罗。所以其实呢，真正去看阿苏拉的时候，它最主要是阿苏要合在一起的，它是就代表是呼吸。但是到了阿修罗的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文化的时候，那么结果把阿分开，然后苏拉分开，所以就变成非天。阿就是否定，就不是非；苏拉就是指天人。
所以就变成是，但最主要阿苏就是指一个呼吸的意思。那之后也会提到因为在密教当中，我们有说大日如来，还有这个瑜伽部当中的胎藏经，就是毗卢遮那的胎藏经里面胎藏界，这也跟这里的阿修罗是有关联性的。讲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讲。所以这里有一点平反阿修罗的意思就是总之这是雅利安人自己当中不同群的人呢互相等于说争执了，所以总之待在印度的雅利安人呢，他们觉得自己是天，然后离开了前往伊朗那边的成立波斯文明的那些雅利安人认为他们是非天，所以就对阿修罗有不同的解释有这样情况。总之第二个要讲的魔呢就是罗刹。在从这个离句吠陀的时候，其实就有罗刹这个词了，尤其到了第四吠陀，就是叫阿闼婆吠陀的时候，就更变成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这个不好的鬼了，恶鬼。之前我们说阿修罗它是跟天神作对的，而罗刹是跟谁作对呢？是跟人类作对的。那么这个罗刹它是怎么跟人类作对的呢？或者说加害人类的呢？他们会变换出不同的形象来加害人。譬如说他们有的时候变换成狗，或者秃鹰，或者是猫头鹰，然后在黑夜，总之变成这些在黑夜中飞的这些鸟，然后来害人。甚至有时候会变成是男人的形象来伤害妇女和他们的孩子。另外还有一种罗刹叫做亚多达纳，这种罗刹呢，它还有诅咒的力量，所以它称为叫亚多达纳，就是诅咒者的意思。他们呢，这种罗刹会吃人肉，会吃马肉，甚至可能也会喝这个牛奶这样子。这也会，总之呢，他们会袭击这个人类还有这些动物家畜，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变换成食物，所以人们就把他们吃下肚子之后，结果就生病。所以当时只要谈到这个罗刹，大家都很害怕，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咒语来驱逐罗刹，或者说像这个火神，就是阿奇尼、阿格尼祈请。就像之前我们谈到说，前面有谈到说，阿格尼、阿奇尼就是叫罗刹杀害者，所以透过依靠火神呢，然后来这个消除阻挡罗刹的侵扰。接着第三个魔呢，叫做毗舍遮。就像
我们在仪轨中的时候，一些咒语会念到，就是这个提到这个名称必杀扎，它算是一种鬼，它也是叫做食尸者，所以就像罗刹是会吃人，但是这个避舍者是吃尸体，食尸者。所以梵文里面叫吃这个尸体者，这种避舍者，它的名称是吃食者叫 graveyard 这样子，但不是很会念这个梵文。总之呢，前面谈到阿修罗是跟天人作对，那罗刹是跟人类作对，是加害人类的。那避舍者呢是跟谁作对呢？是加害我们的祖先的。他们怎么加害我们的祖先呢？就是他们会吃我们祖先的尸体。过去呢，可能现在是会烧嘛，以前是这个埋起来的，所以这些呢，避舍者会去吃这些祖先的尸体。过去的人也是很重视说祖先的这个应该说坟哦，他们的这个是遗体哦是特别要保护好的，这也能够这个庇佑这个子孙嘛，庇应这个子孙的。所以总之这个避舍者呢，这种食尸鬼，他就是去挖掘跟吃这些祖先的这个尸体的。所以这种鬼是谁都不喜欢的，所以根本没有人会想要去祭拜这种鬼。后来有些学者就认为说，在佛教中谈到的六道当中的这个恶鬼哦，就是肚子饿的这个恶鬼，这个词，这个字恶鬼，它可能就是最早的原型就是这个避舍者。有的学者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以上就讲过了三个摩罗，三个这种魔。总之呢，前面谈了很多很多这些神还有魔，所以到底当时的人呢，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总的来说呢，古印度人他们觉得就是在吠陀里面谈到的神呢，他们在这种神的力量，比如说神通方面是特别厉害的，是比人厉害的。但是从这些神的个性上、性情上来说，跟人却没什么差别。我们现在谈到神，就会觉得哇，这个神是很神圣的，是好的。但是吠陀时期的，从他们这个吠陀的文学当中会看到，很多神也都是乱七八糟的，他们的行为。有的神呢会，总之胡作非为。所以虽然他们很神通力很大，但是呢，在性格上其实跟人没什么差别。这是过去古印度人是这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他们认为说，谈到神不会觉得很神圣，只是觉得他们很神通很大。所以呢，神和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比较是一种利益交换的一个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我供养什么给你，然后呢，你就要给我什么，赐予我什么力量，就它是一个利益交换的。所以并不是神很神圣，然后是我们的医护处，然后我们要医治你，不是这样，它是一种交换，我给你什么，那你要给我什么。所以跟佛菩萨是完全不同，佛菩萨们是不求的，没有任何所求的，是完全无私的。所以呢，这些吠陀印度的神你不供养他们，他们是不会帮你的。所以同样呢，他不帮他们不帮的话，也就不供养，我们也不供养。所以是非常功利主义的这样一个情况。怎么可以看出当时神和人的关系是这样呢？是因为呢，在叶柔吠陀当中记载很多，大部分的这种祭祀呢都是祈愿，而不是感谢的这种祭文。这种祭祀都是祈愿的祭祀，而不是感谢的祭祀，所以都是没有什么感恩心在里面的，就是反正我给你这些贡品，你就要给我什么能力的，所以这是一种祈愿，一种交换的一种这种祭文祭祀。所以祈愿了之后呢，所以向诸神献供，那神得到了供养之后就满足我们的所求，那接着这个交易就结束了，有点像这个样子哦。所以可以说呢，当时印度的这些吠陀诸神的一个信仰是像是利益交换的一种交易，一个功利主义。所以这时候他们的很多仪轨、很多祭祀的仪式就很重要了，因为这是人和神之间很重要的一个连结。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吠陀当中有很多这种祭祀的这种仪轨、一种文字。这跟我们现在比如就算像基督教里面对于神的这种信仰也好，也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呢，这里说当时这种祭祀的仪轨就很重要了，因为神和人之间这种可以说交易吧，最重要就是透过这种祭祀的仪轨。都是兄弟们在一生的。大项目呀，个别的呀，这日节。那么接下来讲一下，就是在吠陀时期，当时的祭祀，
他们是怎么样进行的，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吠陀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像离聚吠陀里面的记载，他们的祭祀呢，并没有一个祭场，就是并没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殿堂，并没有，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家里面举行的。然后呢，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祭祀的场所，中心是有一个火炉，然后，所以就是火供的一个火炉在中间，就像这个投影一样。然后火坛的旁边呢，会起一个祭坛，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曼达拉。它这里叫做梵文叫 Vedi， 起一个祭坛。然后呢，同时在旁边呢，还用这个草席这个围着铺着。那最主要这个就是神他们要请来的安住的这样一个座坛，一个坛，然后向他们做供养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会高起一点的这样一个坛，然后弄平，上面会铺上就不是围起来，就是上面会放的，我们一般叫吉祥草，就是这种草席把就是盖上铺上去，在这个坛上，然后神会安住在上面，向神做供养。这个大概也是我们就叫曼达拉，就是坛城最早的一个形象，一个样子。所以像我们现曼达有没有？还有就是对，那大概就是最早的样子是这样子。以前印度来讲，要献曼达的时候，它是真的要建立起一个这个曼达的一个台子，一个坛。那现在我们说这个曼达盘，就好像是你可以握在手上，由铜啊，或者是甚至由金银做成的来献供，不是这样。以前印度不是这个样子。都是你需要用这种总之用这里像土把它堆起来等等。所以在佛教藏经当中有很多有关曼达拉的这种记载，坛城的记载，大部分提到都是土做的这个坛城。还有我们在引用曼达的一个经典，会提到说要去擦拭它，然后甚至要祈请说原谅，说在亲近这个坛城时候，如果有伤害到虫子，要忏悔。这里会像祈请文就说提到伤害虫子，这是因为当时就是因为用土做成坛城的时候，这个泥土当中它自然就会有虫，甚至会像那时候会用牛粪会涂在上面，把它这个涂平，所以这个牛粪土里面也都是有虫子的，所以呢会说要忍受这些虫子的这样一个情况，应该说忍受虫子，所以可见的是有土或者有这种牛粪弄成的，所以透过那样一个经典中的文字，这样是泥土的曼达拉，你才说的合理，而不然我们现在手上拿着这个金的银的这样一个曼达板，怎么会有虫子在上面？
之后呢，有关曼达拉坛城部分会再讲的比较仔细一些。然后呢，接着他们会在祭坛这里呢，就是赞美这个神，祈请他，然后把各种的贡品投入火中。那这是离聚吠陀。那么在叶柔吠陀之后呢，这个祭祀的火，这个火炉呢又更多了，有中央、南方、北方的这个火炉，而且这个祭坛也有不同的分类。总之就更细，更内容更多。那供养的东西有什么呢？大部分贡品都是人类的食物，像是牛乳乳酪，还有这个肉地，像印度的饼子，还有谷类啊、肉类啊，还有各种的这些饮料。尤其是他们特别用这个苏摩酒，因为之前我们提到说，这个天神呢特别喜欢酒，而且祖先也特别喜欢酒，所以呢，他们认为说，供养天神，像因陀罗喜欢喝酒，或者说祖先喜欢，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贡品。而在动物中也有这种血祭，有牺牲这个动物为祭品的。那最主要当时就会有献祭这个牛、马，还有羊等等。譬如说，可能这个神如果是骑着是牛，就会供牛；骑的是马，那个就供马。但可能在吠陀更早期的时候，就有点像太古时代，那个时候甚至还有用人类来作为这个祭品的，但之后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了。那么是谁来主持这样一个祭祀呢？就是由这一家之主来执行，可能是这一家的父亲或者是长子。但如果是一个很复杂的仪式，那就会有一种叫做那就会这一家之主就会成为施主，就是换句话说，他们要请来一个特别的一个叫做就请来个 Ridivich， 就是叫做祭祀官，要请他来做这个供养，而且这样的他们还要奉上这种特定的一种布施叫 Dakshina， 然后来请这样的祭官来主持这样一个祭祀的仪式。所以从很多文献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在很早之前就有这样的祭祀官的一个存在，但是到了离聚吠陀的时候呢，这个祭祀官的这种分类这种制度就更加的分化。那么从离聚吠陀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祭官呢，就有4种，所以由4种这种祭官呢来分工。
那这4种祭司呢，就是祭司官、祭司，一种叫做司仪祭司，再来就是送神，再来祈神，第4个是监察祭司。这部分的解释可能不是明天哦，就是后天，明天是休息。各位是休息哦，我还是不能休息，因为休息日我还要做更多的一些准备。那所以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后天呢继续会讲一下这个祭祀这一块有这样的不同的分工的部分。那么主要这一次课程我们谈到密教源流主题哦，就像前几堂课有谈到，在谈这个密教的源流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可能还是把这4个祭司讲完比较好，不然那么这是在离句吠陀当中我有谈到这4种祭司观。首先呢，第一个司仪的祭司，那他的工作就是最主要的主持者，可以说是他。譬如说他有很多事情要做，譬如说祭祀的时候他要先去测量这个土地，还要搭建出这个坛城，还要准备各种祭祀的用品，像是器皿，各种器皿，各种木头、水。那如果说要用动物祭祀的话，他甚至还必须负责宰杀这些祭祀的用的动物，然后他必须要负责唱诵这种祭祀的这些词句哦，那叫做 Yajus 梵文。第2个祭司呢叫做 Udgaji， 这是叫做颂神的一个祭司，他主要是赞颂者，他是一个歌咏者，所以他必须配合这个唱诵音乐。我们现在在印度有时候可以看到他们会演奏各种乐器，然后来唱诵这种赞美歌，他们有点像现在我们说维诺师、领唱师是一样的，透过歌唱来赞颂这种神。那么他们依据这个祭祀的不同的规范，所以会有各种的歌颂，不同的歌颂跟赞叹。第3个叫做祈神，叫 Hotri， 祈神的一个祭司，他是这个迎请者，祈请神、迎请神的一个祭司，所以他是透过读诵、念诵这些祈请的字句、诗句，他们迎请、劝请这些神来到这个祭祀坛，所以他们必须要背下来这些赞颂的词。再来第4个祭司叫做监察祭司，那 Brahman 就是婆罗门，所以这种监察祭司也就是就称为叫婆罗门，它主要就是一个他主要就是他的
工作就是要监察整个这个祭祀运作的如何。那么这个婆罗后来这个祭官祭司就变成婆罗门的，演变成婆罗门的种姓啊。那这第4个监察的祭司，也就是婆罗门这样一个祭司，他的地位比前面3个是要高的，因为他必须掌控整个仪式，他也必须很有经验，所以监督整个活动，这个如不如法，符不符合这些规范。同时呢，他也是代理这个祭祀的祭主他来祈愿的这个人。所以呢，在4个机关当中，祭司当中，这个婆罗门或者叫监察祭司呢，他必须熟知整个的流程跟事务。那么这就是过去他们在做这种祭祀的仪式的时候，有这样4种分工，4种不同的祭司官。那以上呢，大概就讲过了吠陀时代早期或者说前期吠陀时代的内容。那后天会开始讲吠陀时代后期。那主要刚刚没讲完，就是要谈密教源流。如果我们能够具备这些对于印度文明的一个认识的话，那其实你就会对于佛教是如何兴起的，像是当时佛陀释迦牟尼佛他的思想是什么，然后他又有什么特殊的思想跟这种行为是不同于那个时代，不同于当时的这些文明这些思想的。所以像佛教里面提到有声闻乘，然后再来有大乘，然后再来有密乘，有声闻的典籍，大乘的典籍，密乘的这种典籍，然后佛教发展出来，有这样的一个次第，那你才会首先如果对印度文明有个认识，才会知道佛教是怎么发展出来的。所以在这几堂课讲了这么多有关印度文明，或许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印度文明的这些部分的内容但是之后慢慢讲到真正佛教或者密教里面的内容的话，你大概就会有一个联系原来那个时候有讲过印度文明里面有一些内容是跟密教佛教是很有关联的，很有关联性的。所以不要急，不要觉得说怎么搞了这么久还在讲印度文明那这次课程时间有延长，但是就算多加了几堂课，还是可能得慢慢讲，没办法一次讲完。如果一定要赶着在几堂课当中把密教源流讲完，知识量太大，那其实搞不好这个头都要爆炸了。当然我也不可能把这个整个讲得多细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尽量抽出一些重点，然后努力跟各位说吧，大概就是这样。好，最后我们就是课诵回向。